各位兄弟，大家早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要来进入这个耶利米书第6讲的讲塔。今日早起咱要请张富春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从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搁一摆来感谢着你。伫清早你著互阮有饱足的精神，阮要甲着众兄弟姊妹同心来即个圣经共读。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也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心开发阮每一个人的心，透过着今仔日的经文，互阮知，阮伫阮的生命当中着敬畏上主，你着要伫迄个所在享受阮福分，也互阮会当一套套的着牧师，搁一摆会投放这信息。互阮每一个人，阮伫阮的生命当中，阮会当警醒来思考着阮所行所做，也会当因着安尼，互阮有满满的信心，因为你要搁一摆，互阮来悔改认罪了，得到了你的恩典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伫阮的生命当中，搁成做阮的起造。当阮即时要恭敬将阮的智慧仰望伫主你的圣手内底，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靠主你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多谢。咱伫即个耶利米书看到，即个耶利米是大先知中间的一位。伫迄当时的先知，其实上帝找真侪先知，伫无共款的时代、无共款的所在，来对上帝的子民来讲话。总是咱读即个历代志上下卷结束了后，咱对即个特别是南国，即个19个王一个号，即20个王的中间，因咧伫你的过程，拢会当得到真侪学习。咱看见上帝所找来即批的先知啊，会当分做是无啥著作的先知，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；对北国发预言的先知，就是何西阿个阿摩斯。这是伫乌西亚王的时期，也是伫北国要灭亡的时期啊。对南国发的先知，就较济啊。对约尼开始，以赛亚、米迦，阁有西番雅、哈巴谷、俄巴底亚、耶利米，这拢是对南国犹大支派所发的先知。然后对外族人、对外国人、外邦来发的预言的先知，就约纳，这是对亚述；拿凤，这嘛是对亚述，这是要超两个差要将近100年啊！总是上帝通过这个对外国或者发预言的先知，嘛甲因讲，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是公义佮慈爱怜悯的上帝。最后，佮看到红色的是对狩猎的所在发预言的先知，就是但以利甲以西结，所以因拢是犹大支派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犹大支派，总是去到伫巴比伦，也伫巴比伦狩猎遮个犹大人，甲因发出遮个预言，也互因会当伫外国外地，犹会当来听到上帝声。所以这几位的先知对。毋是只有迄当时的以色列人真要紧，对咱现主时的时代嘛真要紧。上帝透过行动，上帝透过伫即个讲话，上帝透过伊的话甲预言，互咱知影上帝伊所要爱，什么是上帝所爱的公正甲公义啊。特别是耶利米，伊经过甲伊共时期的时，即个先知就是拿凤、西番雅、哈巴谷甲俄巴底亚，然后。伫大以利甲以西结，虽然嘛甲有共时期啊，但是伊是伫即个外国的所在，较无机会甲伊相拄着。当咱看的即个第5章头前110到19节，是着讲是伫即个第2段，对犹大预言的第2个部分，要来到的战争甲战争的风声，用即个耶利米用看到用听到。总是也看见是毋是只有战争来啊？是耶路撒冷的罪恶极大，无法度通赦免。上帝用要毁坏葡萄园来庇护即个以色列甲犹大，但是上帝伊毋是要用即个毒药啊，将即个葡萄园的土地拢甲伊拍烂散污秽。上帝是要甲伊背出，是要甲伊拆毁，然后要搁重新来再建甲建造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5章的后半段，是对20节到31节。上帝通过先知去警告即个以色列甲即个葡萄园，连即个葡萄园应该是爱乖乖听上帝话，但是太遮尔毋听上帝话。好，咱就来读今日一段的经节。但是咱请即个富春长老，带咱来读对20节开始。
读到这个读到29章20到29节。20节，就讲各个后代传报，甲犹大人民宣布，恁这个戆阁无知的人民，着注意听。恁有目睭，毋过看无；有耳孔，毋过听无。上主讲，恁毋惊我是无？伫我的面前，袂惊兄袅袅出是无？我用沙大海水设永远的界限，互海袂当盘过。海涌袂搬来搬去，冲高嘛袂当盘过。毋过，这个人民固执忤逆背叛我，离开我，因心内无想，着敬畏上主咱的上帝，依照时数春林秋雨，互咱，搁甲咱定修行的季节。恁的罪过煞互风雨失调，恁的罪孽互恁袂当得到福气。我的人民中间有歹人，因亲像掠鸟的人埋伏顶头，设活大要掠人，因规厝间拢是鬼大，亲像鸟篮仔内拢是鸟，所以因好野阁有势，因红高赤刺做尽歹代，因无替孤儿伸冤，嘛无替善者人主持公道。上主阁讲，因做这事，我减无甲因办，亲像这款国家，我减免把因报复。以上。多谢。第5章20节开始，就是上帝讲出，伊为虾米气杀这以色列百姓，咱当更较看到上帝所看到的角度则讲雅各的后代、犹大的人民，就是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，所有这以色列的人，上帝拢看到因的行为，因呢是戆国无知因为因有目睭，毋过看无；有耳孔，毋过听无。所以因无对上帝毋认捌，就是无法度去好好看出上帝。甚至呢，连有上帝也通过遮侪先知咧对因讲话，上帝拢派伊的人来到遮，但是伊也无要听，因拢无要听。上主阁甲因问连续问，恁毋惊我是无？伫我面前袂惊兄遥遥带是无？上帝讲，伊用沙甲海设永远的界线，海嘛袂当超过，海拢有听，沙嘛拢有听，海印飞来飞去，凊悬嘛袂当搬过所以连这个大自然拢听上帝话，知影界线伫什么所在，但是上帝子民竟然看袂到、听袂到上帝话，毋知影界线伫什么所在，所以毋过这人民就固执忤逆背叛我，离开上帝。这人民心内底咧想啥物呢？24节，因咧想的是想甲真水，讲咱着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依照时数春林秋雨，互咱，佮甲咱定修行的季节，上帝拢足照顾因，上帝拢足听因。这个形容词呢，其实伫几下先知拢捌安尼来讲过。这个用你先知，伊是足早的先知伊嘛看到这个异象，就是草莓要来毁坏上这个土地然后这草莓亲像勇士，亲像战车，亲像战马，总是上帝通过用你就爱悔改，就爱献祭，就爱自悔，就爱谦卑，然后伫用历书的2章21节讲，土地毋免惊，着欢喜快乐。上主确实有做大代志，田野的走兽毋免惊，因为旷野的草埔变青翠，树木结果子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拢结真侪果子。现在的子民，恁着欢喜，着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快乐，伊照时落秋天的雨互恁，甲以前共款，搁甲恁落春林秋雨所以到24节，五谷场有满满的五谷，酒窟有新酒，油窟有新油满出来。由这个春林甲秋雨，会当带来就是后壁这个大丰收。所以这个中间若无春天无落雨，
秋天嘛无落雨，安尼对这以色列人来讲，因就歹过年，一年就歹过。但是照上帝照时甲因落雨，因就大家就发大财啊，赚大钱。好势先知伊伫第6章第30嘛是安尼讲，咱着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，伊会亲像青菜根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咱，亲像春雨润泽土地。所以才有几啊位的所在，但是约恁拄则讲了遮水，但是后壁25节嘛讲上帝派遮个草莓仔囝、草莓仔刚甲大只个草莓，就是要来毁坏拢甲因吞食。这是上帝审判。好势嘛是共款，上帝的心意是要来祝福土地大自然，但是因竟然拢毋听。好势第10章第20节，嘛是安尼讲。12节，就为家己开垦耙远的地，栽种公义、收割主爱。现在就是追求上主的时，伊来是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互恁哦。这伫咱读耶利米书第4章的第3节，嘛是有讲到共款的，就是爱开垦这个耙远的所在。上帝的心意就是爱这个人民，毋是只有尽责，是爱来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。谦卑甲上帝做伙行，但是因心内底无咧照上帝爱来，无安尼来想因是罪过煞互风雨失调，恁的罪孽，互恁袂当得到福气。所以人无照规矩，天就无照教旨啊。所以人的罪过，煞互即个天拢。人毋听话，上帝嘛，互即个大自然无照规矩来运行，甚至上帝嘛看见讲，我的子民，上帝的百姓中间有歹人，这个歹人煞来拢是咧形容这个歹人啊，因亲像掠食的人埋伏等说活斗要掠人，因规处间拢是诡诈，亲像鸟人来拢是鸟。所以因好也阁有势，就是因呢都是来掠这无辜的、迷失的、这个去用上钩的、去用欺骗的，然后拢甲伊关伫这个所在。近期咱看到什么人蛇集团啊，伫这个柬埔寨啊，这个诈骗集团啊，拢是咧掠这个无知无辜的人。然后呢，掠到规处间，这个歹人因红膏赤子就是讲因安尼抹甲食甲规出然后咱抹胭脂，最尽歹待，因无替孤儿伸冤，嘛无替善车人主持公道。所以拄则好势讲的，上帝要爱是栽种公义，才会当收割主爱。但是即摆南国犹大、雅各的后代，北国灭掉了后，犹原是安尼，只有满足家己，有目睭看无上帝，有耳孔无要听。所以上帝讲，因做遮的事，我讲毋免甲因办吗？敢会当眼睁睁就是视而不见吗？亲像即款国家，我讲毋免甲因报复吗？安尼就互上帝名拢拍算去啊！上帝名拢互伊拍歹去啊！好，最后3节最后2节，3节到31节，我请富春长老带咱来读。恐怖惊吓的事竟然伫即个国家发生，先知讲假信息，借势勒权，我的子民嘛意爱安尼，审判到的时，看恁要安怎？以上。好，多谢。所以上帝讲，这对上帝来讲，实在是恐怖甲惊吓的事啊！对上帝哪有啥物恐怖的代志，哪有啥物惊吓的代志？但是这段要讲的这个恐怖的代志、惊吓的事啊，一开始就是对19节来，19节20节20节才讲到戆国无知的人民啊，所以。对上帝来讲，这个愚妄甲无知，就是互人感觉恐怖，互人感觉惊吓。所以无认捌上帝，无专心追求伊，无来听上帝话，无来读上帝通过先知所写遮的书，最后就互伊拢有看无上帝，听无上帝，煞变做国家内面恐怖甲惊吓的事。
然后会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先知讲假信息，这是立权。我的子民嘛，意爱安尼这三个就是先知，就是传讲上帝话的人就是传道者；祭司就是服侍上帝人，就是牧者。我的子民就是上帝的百姓，拢安尼，所以讲白插立权，就是没有迄个界限，想讲家己真了不起，家己真伟大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甚至伫这子民伫这会议的中间，嘛认为这是 OK 正常的，所以上帝讲这就是互人互上帝感觉恐怖甲惊吓的事啊。上帝有将圣经将伊的规矩拢教导，但是人煞无听入去，递到这个国家就爱争论。但是呢，最后上帝这句话，原来咱甲听看卖啊，审判到的时，看恁要安怎？惩罚的日子一到，他们要怎么办呢？这个台语甲华语听起来口气就无共款。看恁要安怎办？这有点在恐吓。但是呢，华语呢，他们要怎么办呢？哇，这个角度佫无共款。所以有时咱咧看同一句圣经，用华语来读，用台语来读，这个感受无共款咯。所以咱会当去想看卖啊。都一种较合上帝意思，上帝到底是在甲因口说，是甲因警告民族歹，还是上帝亲像老母咧替因烦恼？安尼是要安怎？安尼恁要安怎活落去呢？两种拢有可能，但是咱当对前后文头前后壁来看。今日这段呢，我感觉咱也有咧对照咱的圣经，咱当将这两节甲伊画下来啊。25章的22节。上帝讲你唔惊我是无，伫我面前袂惊吓，遥遥带是无。上帝讲我用沙甲海色永远的界限，互海袂当超过，海因拨来拨去，凊管嘛袂当超过搬过。所以大自然拢真听上帝话，咱这个伫好好本这个海因凊管这是犯罪。烹烘就是一个葡萄的葡里面是个瓶，另外一个是烘，就是里面是个盐，迄个读做烹烘，就是海浪真悬的所在，是一个形容迄个海水清起来声音的词啊。总是在大自然都真听上帝的话，但是人却无听上帝的话，这嘛是上帝互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，但是最后自己做的就要自己担当啊。然后24节中间这句话嘛真水，咱就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伊照时使春林秋雨，互咱搁甲咱定修行的规则咯。所以这是对这个何西阿约米搁这个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、10章12节这两句来，但是要紧的就是爱开垦耙远的地。财政公义守寡主爱，唔通亲像亚利米，迄当时对先知、对祭司、对百姓、对这官员，因无疼惜这孤儿甲寡妇因拢将这无辜的人民当作是鸟仔掠伫鸟笼来，然后家己红膏赤子做真歹代，实在是互上帝非常的失望啊！咱伫今这段圣经中间，咱有听到上帝话，嘛知影安怎来做，是上帝所欢喜的事。多谢富顺长老带咱来读，咱请咱做伙来祈祷。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365天的日子中间，上帝你伫春天赏赐雨水，伫秋天也用秋雨，互阮会当有真侪的修行。上帝你互气候自然照时来结果子。阮就游玩嘛，爱落来听上帝你的规矩，互阮知影上帝什么是你所欢喜的，安怎追求上帝你的公义、慈爱甲怜悯，主要祝福阮今日一日所要做的事，拢有上帝你的话伫阮的心肝底，互阮拢会当来超吹上帝你所喜爱，也互阮会当对阮身躯边的人，不管是拄着软弱还是欠缺，
我会当用上帝话来帮助因，因也会当来听见主你的声，就互阮一日所行，献上阮的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们。好，多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谢谢牧师，多谢牧师，杨牧师，谢谢牧师，平安，谢谢牧师。亲爱的，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爱你是我的喜乐。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。亲爱的，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爱你是我的喜乐，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一生爱